听说有一个东西叫防狼喷雾器。哦，生意超好。所以那个去买一支防狼喷雾器，哦，你家有一支？两支。哦，基本上洛阳纸贵，这大支呢？这个是家庭号哎，这是一般家庭号。什么叫？遇到一家子都是全家一起喷吗？这是大罐放家里，小罐随身藏。好，随身携带的。我规家伙拢是人。这样口要对好，不然几支。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强？大家都没有喷那个很可怕，不要喷，不要喷。正式名称不能讲防狼喷雾器，因为它其实在一般的警察那个政报部队，他们其实拿来用，所以严格来讲，它就叫政报喷雾器。对啊，因为这种东西现在里面是什么？辣椒，主要是辣椒素，然后其他的有一些油脂、一些粘着剂，还有一些挥发剂。那其实这个东西哈，很多人担心说密闭空间里喷可能规鼻都是有鼻啊，其实不用担心，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它除了气雾型的，还有水柱，还有泡沫，还有胶状啊。最近真的是洛阳纸贵，大家卖的乱七八糟，有些那种军用品，一进就进一整箱。然后你喷在纸上，我们看看。哦，要真的吗？对，那不要喷，那好，不用担心，没有味道。哇，变绿色啊！嘿，就是这样子。没有味道，没有味道。这个是凝胶状，这是水柱状。水柱状，谁说没有味道？味道出来了。它比较没有那么强的味道，它就是集中一点。鬼车厢中喷，我靠，大家也逃不出去了。先把它赶快折起来，折起来。啊，这个还算味道，这叫轻的，它这个重点有味道。以及水柱状它是直接针对那个特定人士。啊，那个人喷到会怎样？它大概将近半个小时之内，因为它的黏膜，不管是口腔黏膜、眼睛的眼角有黏膜，只要黏膜、鼻腔整个附着进去之后，包括皮肤，它整个就开始有非常严重的灼热感，大概要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够慢慢恢复。啊，如果你用水冲更糟糕，那个水会把它的那个辣椒素整个冲到你的身体里面，会更糟糕。所以那一天如果正解，我们用这个喷有没有效？有效，可是那么远呢，怎么喷得到？其实这个东西最远到5到6公尺，可是我说的保守一点，大概3到4公尺。那你那天在对峙的时候就对他喷，其实是那个距离对他的脸部去喷。我说真的，最近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开始询问我们这些所谓的防身术的概念其实我就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东西就算你买了，最好能不喷就不要喷。激怒了，对峙，而不是要喷，因为你喷下去，这个叫做激怒他，他就给你反抗了。那甚至但如果他真要砍呢？除非到没办法，真的。所有的动作就是一定是最后阶段，最后才做没有办法。但是让他知道你有强力武器。对，你只要拿到他眼前，这个威嚇他就会克制他的想要冲击的动作。那我拿一罐化妆水其实是可以的，可以啊，因为他分不出来的，其实可以。可是你这样讲，以后大家就知道你拿的是化妆水。可是我跟你讲美人，你这样如果拿化妆水，你真喷下去，他就说。其实不用担心，像我今天分享的这些东西这有较强力不？这支更强力，这支更强力。麻烦你对郑大哥。那还有什么给洗桃？其实这一次我上节目也想要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大家现在因为。北捷事件那大家人心惶惶。其实我想要分享的是，不止北捷事件，包括一般女生走在路上被人家拿刀威胁、抢劫或尾随或猥亵这样子掳人勒索，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保护自己。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防身术一般的武术是教你怎么杀，就是教你打到的人。防身术的概念是教你怎么活，所以防身术的概念不是说我要制服对方，对，没错，我从头到尾就只是为了要让我自己全身而退，对啊，所以像现在我手上戴的东西像这2把是玩具的那个不是真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在武术教室的时候会来练习。为什么要练习？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弹簧刀，夹的，弯起，魔术师要用的，魔术师用的，因为真刀因为今天节目不方便带出来不过我想分享就是，很多人会网络上说，我教那个防身术，空手防身术很好用人家不是一过来我一挡一接会用，我们也会。可是这个东西终究是玩具，平常练习是玩具。你拿一把真刀在你眼前晃，我跟你讲你连你自己叫什么名字你都忘了，腿都发软了所以这种东西平常你练习要练，可是徒手夺刀是在万不得已。好像美国 FBI 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今天遇到这种情况3原则：1跑、2躲、3反击。反击是不得不的反击，连 FBI 都这样，连 FBI， 因为美国他们不是动刀，他们是直接那种校园枪击事件那种，所以基本上他们是1跑、2躲、3反击拿这种刀，不要说这么大的刀，我拿这一把这么小的刀安全距离不好意思，在座各位，我只要现在要做，马上就一个一个过去。对，我现在过去2刀，第3个你反应到，我一样抓得到。
真正的安全距离起码4到6公尺，人家我是安全的，没有我用走过去，真的我要杀红眼，制作人比较这大概只有制作人这边是比较安全，因为我还有一个墙在，一个桌子在挡着。好啊，那个叫做21英尺法则，什么叫21英尺？就是今天美国他们的州警掏枪，对方拿刀要捅他，今天他要把枪拔出来，瞄准到击发。4公尺以内都来不及，更别说一般的那些一些一般根本完全没有概念的人。请都没糊哈，因为他还要去摸索，然后他拿起来，然后再把拉开自己枪在哪里不知道还要摸。他们知道立刻拔到击发。你枪有枪套要。把枪到啪亏，然后枪拔出来，密麻麻上膛，甚至就算你已经上膛了，你还得做瞄准击发的动作，而且你就算射中他，他还是可以扑过去。这种短刀反而最可怕。对，所以其实像今天我分享的比如说现在除了这个卖最好嘛，防狼喷雾器，另外这叫甩棍哈。好，这个我就不要甩得太大力，因为你的那个吓到哈。这种甩棍基本上它都是拿来威吓用，你不要说今天身边带甩棍，我就跟他对打这个没有用，因为今天杀红眼什么用都没有用。那这个要怎么利用哈？第一个，不管拿雨伞还是拿什么，网络上有人想分享拿雨伞，那今天正好是晴天没办法拿，那雨伞怎么对？不管是雨伞。甩棍，哪怕是你拿笔，真的手上什么都没有，记得原则就是把尖锐物品指着他的眼睛。今天我就对着他眼睛，您感觉戳他眼睛就对了，不要戳，只是吓他。因为像这次你又发现那个郑杰他今天杀到后面，你看他那个 YouTube 影片，看他那个都是恍惚，有没有？对，那个在专有名词，以前我们的战技教官在教我们，这个叫做战场恍惚啊。战场恍惚就是你今天在战场上跟人家相杀，拿枪对打，打到后面你会所有的意识全部忘记，你只有本能做反应。眼前你有什么东西在动，你就攻击他；眼前有什么东西跟你反击，你就打他。那今天为什么会杀到恍惚哈？这个很正常，这个就是在我们以前我们俄罗斯那个教官他们在教的时候，就叫战场恍惚，这就是战场上出现那种心理学那你如果今天对他面前动，尤其最糟糕的是丢他东西，威吓吓他那种，他就一定会先找你。所以有个 YouTube 影片，不是那个闭路电视出来月台，有人拿那个报价那个去砸他，下一秒你看郑杰做什么，往他身上走，他是为了故意把他吸引到这边，怕他走到对面的车厢。可是这个动作就是立刻，你看他就是潜意识就往那里走，所以你不要做任何攻击，哪怕你今天真的有防狼喷雾器，也不要对他喷，因为他喷他知道他对你对他有威胁性，所以这个东西都要对着他眼睛，不要喷，那他就会怎么眼前突然多一个东西，好，这个东西也伤害我，好，所以你看今天我拿雨伞。你看你这样子拿，我这样拿感觉没什么，对不对？对着眼睛，对准他眼睛，那个就那个威吓感马上就出现，你会觉得说，我怎么前面有个东西抽进去？你不要真的戳，你真的戳反而他还不怕。你就算拿这个，真的只有笔。我当然说的这么近很危险，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个最原则。利用我的距离，保持距离，保持我的安全。我拿我的距离换我的空间，拿空间争取时间。最后这些所有东西都只有为了一个目的，还是跑，安全还是跑。所以像今天你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你就算拿包包，有些人说拿包包甩他，我跟你讲那个一点用都没有。我宁愿你把包包当成预防啊盾牌，拿着对着他，慢慢逐步后退，千万记得。然后呢？逐步逃离现场啊，还是逃离现场？对，像我们那一次，教练，你出门带包包带那么大？不好意思，这都是我吃饭的家伙，因为等一下还要教课。对，那不过你一般的像女生的包包也好像就像这个咨询师您的那个小包包也可以拿出来。这个包包最主要是怎样？不管我今天拿什么东西，我说过嘛，距离换空间，还有一个重点，不要你的要害直接被他杀到，挡住这个地方，你把它护住。什么地方？颈动脉、胸腔、心脏、腹腔。这次好像就是心脏的啦。对，还有这次郑杰我都在严重怀疑，像我们这些很多武术老师后来在讨论，他虽然后来没有学刀枪的那个兵器的武术，可是我们在怀疑他一定有研究刀，他刀下去准到不可以。不过我还是这个告诉大家一次这个东西防狼喷雾器为什么这些年来其实在台湾不太受到推广？是因为发生过一件案件，发生过什么案件呢？就是被歹徒抢了以后，反而去喷被害人。对，那你一样失去的行为能力以后，你反而被他侵害。真的。那还有另外一个你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女生的背包里面通常东西一大堆。对。东西一大堆，单个带起出来先，你不可以吹空，然后皮到上面，对，你吹掉这个物件，你大概要注意这个物件，必要的时候挡，先。防身术就是防，不是攻，不是攻。所以包括你的皮包摕来挡对吧？你唔通摕去要甲拍，要甲削对吧？唔是，你摕来迄落，然后
包括你的外套跟你的西装，不是拿来甩它，是叫你弄起来。原因是因为什么？不是叫你说吼，一都来我的 on 这我哈，还是防，全部所有的概念都一个原则，就是防。那有人说要把那个衣服卷起来，怎么卷？其实衣服卷，当现场慌张的时候，说真，你怎么卷都无所谓。其实你就算拿着也有用，可是拿着绝对不是说我要去绑它的刀。对，啊，比如说我现在拿这个木头的假设哈，比如您拿着，哦，一般我们学过那一般的那种兵器操练课有一个概念，歹徒在那个情况下，除了正常恍惚，他什么反应都没有以外，他其实专注力在哪里？他专注力不是在你身上，他专注力在他的刀尖，他的刀尖会在这边画一条线，这条线直指的你，他会攻击你，所以这个时候你拿这个衣服要干什么？依然你是保护你的把那个线截断，尺动脉、桡动脉这个几个地方重点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他今天比如说您要刺，我要刺，我刺。我瞬间把他的刀尖遮住，他会有一个晃神是，我的刀怎么不见了？啊，我的目标怎么变这个了？他会出现一个晃神，然后你这个晃神有空间可以逃，赶快逃。所以所有的动作我们教防身术都是为了逃，所以记得一逃二躲三反击啊，逃甚至装死也是。像这次那个有一个装死，有一个是他受伤了，所以他选择不动啊，这是对的啊。不过装死要记得，绝对不能正面朝上躺。为什么？正面朝上躺，你的腹腔、胸腔、你的颈脉全部都在这。二来你一紧张哈，肾上腺素发那个整个为什么人家说那个遇到那种情况会软脚？因为肾上腺素大量发命，你的身体会嘿啊，你这个时候身体朝上，肾上腺素发怒，你的呼吸会急促，那个看得出来。好啊，你还有眼睛哈，你这样闭后睛啊，你就说死不迷哦，不可能，你一定眼睛闭紧紧，闭紧紧，你不知道他旁边靠你多近。最后一个。当他发现他要找你的时候，跟他讲啊，我死不瞑目，你不要再杀我。当他最后最要紧是他真的要抓你的时候，你要起身翻身，都来不及，所以要趴着哈啊，像今天这个场地还有不能示范，趴着，双手哈，你脸朝正下方，双手在你头旁边，一只脚要膝盖微弯，一只脚自然放松。整个趴着有个好处，第一个你的呼吸起伏，他后面背后看不太清楚；二来你眼睛可以半眯。因为他看不到你的脸，你可以偷眼睛，你可以偷感觉到旁边有什么影像。第三个，发现苗头不对，手一撑，脚一踏就冲。这个是。那难道不用说歹徒在那边我趴着的时候头这样吗？不行。总而言之，你的面孔，这样我看不到呢。其实你这样子用感觉。其实像我今天这样子，你可能看不到我眼睛，可是我可以大概知道这边有人，这边有人，对，你会有个影啊。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在国外都已经在推广，行之有年了。这并不是说今天临时。这个动作要在这个动作要练的。这个动作装死是要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做。好啊！啊，这支的威力到底多强？这支是它上面有写的嘛，10%的辣椒素嘛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喷下去哈，真的我只能说任何人喷到都受不了了。所以郑杰在的时候我们喷他就受不了了。是，可是就是怕喷不到，你一喷不到他就威胁，所以我还是说激怒他就冲上来。而且如果在户外，你还看风向呢。真的还好，如果在捷运车站里面，其实这个还好，所以我才说哈，现在很多家长在问说我要买什么，还是说女生如果要买哈，水柱也不建议，因为水柱哈是直线啊，目标小，那个是像我们比较能够控制的。女生建议泡沫胶状有扩散性，可是逆风比较不会吹进来，而且还有一个，有时候你去外面被那种全罩式安全帽的那种抢劫，或是做那种，你喷到他的那个面目上，他会整个粘在上面，他不敢碰，一碰他的手就全部都是啊，那个颜色会很浓，就是刚刚绿色的嘛，啊这个是红色的啊，他就会慌张。还是那句话，所有的动作是为了让他距离你越远越好。洪宇问说这个东西会有多严重哦？我们当兵的时候有配电击棒，如果没带枪的话，会配电击棒跟这个防狼喷雾器嘛。我觉得等下给小啊，那来在捆对吧哈？你不往面人家升，啪喷出去啊！整个寝室的人，所有刹那间全部逃出来，清仔口啊，那个全部都照出来。我自己，你看那个很呛辣。我自己有玩过一次，我自己有一罐喷雾性的，那时候就是喷。对空喷，然后我脸凑过去，接下来我15分钟我都倒到地上，睁不开眼。对，这么严重，真的就这样子，真的很强。15分钟之后眼睛麻痹那应该是效果很好，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这是多少钱？这几管起码723，差不多，这大概2000啊，因为我买的都是美国进口的。好，那教练再请教是。如果郑杰现在在车厢又在杀人了，那我们现在终于有这个警察拿长枪了，这样有没有效？我得说，还是警察，我得说，真的如果再遇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家伙，警察会第一个遭殃。对，我说真的，因为他就是有威胁嘛，潜在威胁。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找警察，尤其是这么密集的，像他这个 MP5，它是连射型的，这个
情况他不敢拿来射，因为一定伤及无辜，所以他要开保险一起来那一瞬间，其实我说过这把刀过去就直接一样嘛，这个的目的也是。你看我拿这把刀，我跟你讲，讲，一般有训练的武术老师知道，真的看到状况有反应，大概0.5秒。一般没有人没有训练过的人，大概5到10秒你才有反应。所以你看当下北捷出现状况5分钟已经这太多了。5分钟车身箱这样子。北捷那时候第一开始出现的问题都是一开始第一刀有没有完全没有反应，后来。旁边看到开始尖叫，那已经是10秒以后的事情。到了第2车厢、第3车厢了，所以这种我只能说根本都没回血空间，真的危险。而且事实上，霹雳小组会叫他们带 MP5 冲锋枪，这是不对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的提高见警率不是这样提高，你一定要提高见警率就好了。为什么？你知道红衣，你知道为什么要穿黄弹衣吗？穿黄弹衣不是只有黄弹而已。对。事实上，现在台湾的歹徒刺也刺不进去，对，就是因为曾经发生刺，对不对？你真的用刀刺防弹衣，刺不进去。你觉得他还是对，但是安抚人心、威吓，但是见警率的威吓不是我们要做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它相对危险。真的。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提高见警率，差几个情节后啊，其实你只要是警察穿黄弹衣走过去，歹徒本来要作案，他也会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作案。可是我跟你讲，这真的有安抚人心。我知道了，我知道，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其实你不用在车厢拿一个 MP5 他们走来走去，你在车站走来走去就可以了，效果就有了。因为你在车厢，万一真的发生夺枪，或者是走火的事情，那是不得了的事。而且车厢太小了，自动步枪在里面，万一发生事情，那不是开玩笑。提高见警率就够了，只要提高见警率，让人家看到警察这边走来走去，对不对？这个是集体创伤嘛，所以呢，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些安抚的方法，而且已经在集体创伤了，偏偏我们大家乐透也是我们生活一部分，对不对哈？乐透开这一期啊，叫读后尾哈，好多事哦。545448，统一发票了，哎呀，1000万大奖。然后呢，就有网友讲我死1018那样子，嘿，好可怕！哇，怎么会乐透开这样子的谐音，让闭关的人在那想，我是发了，对。对啊，那有网友说，思维就会看到不同。在这个节骨眼，我们不会这样想嘛，不会那么正面一点。如果真的有中奖的人会因为这样子造成他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找我们。我没有这个压力，真的。其实我刚刚节目开始前，我特别请教任老师，我说那天如果说假设像他这种身手人在正捷的那家车厢上，他会怎么办？其实他给我的答案，观众朋友你要注意。这好问题。对。照理说，我们一般人想象说，那就出手把他制服啊，英雄啊。他一定会是董志生。对。然后，可是呢，董志生说他一定会跟他对抗。如果是他，他还是只会跟他对峙。对。他不会轻易出手去制服他。所以要给大家一个很正确的观念：第一个时间是逃并不丢脸，真的一点都不丢脸。你能逃就逃，你不要想说我学了2天空手入白刃，我不来改变化埋呀。水系开财政部长不是说怎么没有人见义勇为？我给我去气化埋呀嘛，非常多人见义勇为。我们请张部长到任老师的教室去，然后你拿那个塑胶刀哈，那个气化埋呀。其实讲的最简单的，你叫小朋友哈拿一支那个水彩笔哈。把它打开，红色的，然后画。你叫他，你去拿他的笔，他就想办法跟你画。你看你画完之后，你就要拿到他的笔，你剩下你手上是什么样子，你就打一张。那不过我得先分享一个，先跑后躲，3逃跑，3反击，这是一般人。那如果你真的有学过，像今天在座就是就是看到这个节目的人，你们现在也算是有武术概念的人。我希望你们要有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挺身而出，一定要做到叫 CAB。你们有学过 CPR 的？什么？叫 CAB 就是一般 CPR 急救程序。第一个叫是什么叫？叫什么？还记不记得？叫就是第一个是除了确定对，第二个的叫是什么叫？叫人去做那个救护车。可这个叫绝对不是谁可以帮我叫，不是指定。当你今天如果今天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都很慌张，本能的反应就是逃。可是这个时候因为脑袋瓜没有办法去思维，只要你一个人思维好，你只要跟他讲说，来，红衣哥陪我一起来拿雨伞对着他，我跟你讲，马上大家会下一次就就对了，有人指挥了，有人指挥，这种协防作战这个可以啊。如果今天没有人指挥，大家跑，我跟你讲，你只要一个动，大家都跟着动，因为一个人已经往后。这个就是侯友宜所说的，不要一哄而散，而是要一哄而上。就是说有人指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慌张，对不对？有人指挥你就知道怎么做。谁是那个冷静可以指挥的？对，所以我才讲说今天有看这个节目的武术概念啊，这个，所以今天有上这
看过这个节目的人，你们就比那个没有看过节目的人多一个武术的概念。请你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哪怕是今天在巷弄里面遇到一个歹徒，你也请你就是大胆的可以跟他讲说，来。所以按照你这样的逻辑，就是说，除了那个前面那几个因为完全无预警之外，后面的伤亡其实是可以减损的，可以减损，因为大家团围在一起的时候，团结才是力量。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战场恍惚，不管战场恍惚还是因为你情绪亢奋，你想要去做这个杀伤人的动作的情况下，一波加拎紧嘛。其实你只要我刚刚说嘛，这个对着你，你就会惊；一群人围着你，你嘛也惊；一个人对着你，你可能还想说，我从旁边抓着你的雨伞直接打。其实这个雨伞现在雨伞都阿鲁米，说真的，你真的拿它不好，力度不够。我们有做示范啊，当下我们一个老师手一抓，这个雨伞应声断掉，然后下一脚刀就下。所以其实你一个人对效果也不大，对。可是你2个人对，集体的那个威慑力会非常惊人。所以当时如果你在车上，你这个只是会跟他对峙，我会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拉开他啊，跑的时候要有技巧，绝对不要直接往后跑，扔卡。一定是一脚前一脚后，所有学武术都是，不管跆拳道、空手道、武术都是一脚前一脚后，拳击马西，一脚前一脚后往后垫，看着他退到超过4到6公尺之后，你才能够去做这些判断。如果你没有退离这个超过4到6公尺，最好你什么都不要做。所以是什么好？你要面对歹徒，面对歹徒，比如说现在对就是这样子啊，2只手千万记得最好掌心朝内，因为我们这边都是韧带、动脉、静脉、桡动脉、静脉，避免被他割伤。这边只要被割到你就算这边割腰，你也会失血过多休克，所以一定朝内，然后对自己啊，这个2只手侧身，不要正面对他，稍微有点侧身。如果可以，像我最好，如果是可以的话，是左脚朝后，因为你心脏在这儿你这边朝对方2只手包着，保护你颈动脉。其实如果男人当过兵的话，你就把它当做刺枪术，我们刺枪术都是侧身嘛。为什么要侧身呢？因为你的要害都在正面，没错。所以你是侧身对着他，你知道吗？要用这种方式，然后做一个做一个反击。只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对方不是拳头，拿拳头你可以前手挡后手的对方拿刀的时候，双手最好，最好是不要出去，出去你手会被割到。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跑不掉，你躲不掉，你连身上的包包外套什么都没有，你才能做这个无处可逃的情况下才能做这个。不然的话，像我们自己在练习夺刀夺枪的时候，那个最后教官都会说一句：夺刀夺枪最后那个结果不是说你可以把它压制，而是你只是选择你重伤或是你死亡。对，没错。那个年晃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让捷运公司的人赶快来？有那个。有2个，一个选择是你按那个紧急通话，这是有人叫就是有人按。对啊，捷运公司没有来嘛，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对着镜头吃泡面、吃东西，他马上就会来开罚单。所以他会赶快，这个速度比较快。特指歹徒，等一下，我先开罚单。